准备请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请坐下。喂，咱年年吼，拢出席，来给咱这个国庆会票、国庆票各位前辈们，大家晚安好。随着一首歌声曲吼，咱要来结束咱今日这个节目啊。当然，听小的歌曲，咱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咱讲花开花谢花去花落，人生就是这个过程。但是，咱说实话来讲，死不足谈，只谈死不足收。人生的生死，咱拢无感叹，一点感叹都无。因为上感叹就是，咱要离开世间之前，咱要准备好势。我请问咱各位，什么人无倒转去？自我应用，什么人会倒转去？无做一个要倒转去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，咱请问咱各位，咱是要哪来？咱是为何要来这个法？咱是为何要来这个法？这点咱要确认，也能知影。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就可怕，像可怕的些物件，咱需要来接受轮回。轮回上可怕，轮回上比较恶意。咱知影。有恶鬼道，有畜生道，那有啥道？地道。那这三道有可跑无？咱各位，恁若要咧看 YouTube， 迄个叫做北韩，叫做南韩。迄个北韩的老界你敢听？你搁要听老界？就是讲，这个人若犯罪上去老界，迄个老界，你是安怎想法知影？你死袂去，要我活就得。咱我用着18万功夫甲你形容，迄是18万功夫。什么功夫？你看救命嘛无效，你甲求情嘛无效，你甲安怎嘛无效。做迄个一个人嘛，互你扶落，起来扶落去，倒落去，我来处理迄个老板。做这物件，你若看伫迄个救出来迄个。迄个艰苦，迄个艰苦，迄个痛苦，毋是咧用这种语言来讲的痛苦，但是人地到倒呢，都比迄个痛苦，对吧？就是到恶鬼都比迄个痛苦。安尼，你有会过来未？美国一个青少年，去北韩佚佗，到咱去食物件尔，你先食物件尔，互你老界。就来听讲要甲送到到处考试，你用着咱的生活能力，能力啊，咱个能力咱唔知，但是就来到出考唔到个事。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咱面对着咱未来迄个轮回，你若是真正痛苦，咱真有痛苦无？咱真有痛苦呢？咱甲想讲，咱只因行到对啊。那你讲台北市咱的总站嘛吼，咱已经行到桃园去啊，咱要行到边去啊呢？那你讲台北市咱的终点啊，咱终点。为人生行到这个，到底是个差对呢？来差对你听有？应该你也是行到这个差异的路，应该是差对的。但是各位，咱今日去在讲活动，是安怎一个月咱迄个参加一班的这个体育班。生活的，因为今日去对地方道到地有规个到进行到去，迄就是他们能量已经消失。能量你了无？迄能量，我想讲，佛国有十法界，佛的法界叫做八仙，菩萨的法界叫做八仙，地基佛的法界叫做78仙。阿罗汉，
你只不过我改变了80%，阿罗汉我改变70%，天行有2天行，已经了60%，能拿叫做是60%，修罗叫做40%，你罗贵的叫做30%，就是本人20%，罗贵的变成10%，我用这个数据给你听啦吼。但是因为20、20存10个%，迄种灵光啊，咱的灵啊，咱灵，迄种无够出来做人。30%、20%、10%的能量，迄个能量，我来讲能量，迄种无出来做人。咱家想看卖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为了增加我们的能量，还是在省出我们的能量？咱一直，咱人讲好话，啊做好事，啊存好心，就是一直咧提升咱迄个能量，咱迄个好省，咱咧出现这种方面。啊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拢做咧做业做多，拢讲歹话，做歹事，啊存歹心，啊无做出无一件好代志，安尼请问咱有能量无？所以咱一直行入黑暗，咱行入不归路，咱一定无了解。神啊，你哪无听过？咱今日来坐到遮，虽然是我叫声袂听，但是咱今日来遮听这道理，咱今看嘛就能量。咱的自信中光明大的天，这不一样。咱咱们水库，咱们水库，迄个无路，我封存几趴，封存3%，的水个3%听无？毋是30%哦，3%哦，咱咱水库就有水尔。但是这有了路，我拢甲注意迄个水库吼，到底伊是哪边个？这有了。咱们水库几趴是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唔知啊？你敢不知啊？进咱们水库吼，已经有53%几起，53%啦，迄个水库啦，已经53%几啊。我山水库几块你知影？60几趴尔。就是讲这两个落雨，因为伊这水库已经对我唔惊听，我唔这比喻你听。咱人的心地，咱这个心地，那假使你消到剩3%的能量，剩3%，你都有迄个正能量，咱人生有才能来这世界多行出来，有够可怜。那这个时阵能量我上无的时阵，等于以后，啊你惨，迄等于迄风波有东西讲，你讲我这种人我有骗你哦，这是和你公司真正的话哦。所以这种行到位，后边那是大，迄个对我来讲是就是讲是话，水的能量越多，水的福报就越大。水的能量，什么人的能量越多，水人福报越大。福报越大人，伊行改变路线是越大，这是属实的物件。伊个讲以智者为伍，以行善者同行。和地价有地位人做伙，和贫贱的人做伙。伊我有智慧讲，心怀长生大爱力。咱的心怀重生啊，重生重生啊，个来问题主，毋是心怀重生嘛？大人叫人讲着你选你嘛？咱的大人中，因为咱咧做啥代志，是绝对做对代志，互咱未来，咱要来为人家的日情，我真欢喜，我真感恩。我正处在咱离婚这个世界，本来咱未去存在，这是因为咱唯一的选择，所以咱过程今日有这个道条，虽是咱因素无多济，但是咱每一个月，咱的班数多少，咱的班数无较少，咱就每只一直咧开发。啊，今日邀请着咱鼓励大家做迄个道条，因为怎讲？因为咱后半路这段路应该做对，后半路这段路要做对，但是这个显示是咱做做，那讲叫做共善事，咱家己一个人做袂起来，就安尼规个团队做就做起来。但是我希望讲透过着今日这首的歌曲，人生难险，这人生影响，就是跟险起着咱今日这个村民的这个贡献，咱知影讲。我不讲一年2次，
像最好就把它都有的实际有实力我把谢各位哈，谢谢。大众指令。感谢父贤的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我选教家或者咱人有准备点心，比班了，咱是人结一婚。今仔班到这结束，祝各位真系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。现在咱来闭班。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107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感谢父亲的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亲的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很感谢各位上神会。前道恭，坤道恭。咱这边时间，向角母行3鞠躬礼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送教父前的1鞠躬，持教讲师1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送教父前的1鞠躬，持教讲师1鞠躬。好，大家。